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今日咧就想講下黃易嘅大劍師傳奇。除咗武俠之外，仲有玄幻啦。古仔係講未來有一堆類似異形嘅蜘蛛搞破壞啦，父神就同蜘蛛族兩敗俱傷，蜘蛛頭領同父神都係得返個元神啦。好多年之後呢，蜘蛛就用精神力控制人去打仗，搞到天下大亂。父神就製造啲新人類出嚟對抗啦，但係蜘蛛嗰邊呢佔上風喎，所以男主角出場拯救地球，打敗蜘蛛。講到尾都係靚仔打敗大魔頭啦。好多人就話呢，《尋秦記》係種馬小說，但係如果同《大劍師傳奇》比，《尋秦記》都算相當純情啦。大劍師入面每一個女性，無論係巫師啦、祭司啦，可以單性繁殖嘅新人類，都同男主角蘭特有關係。但重點唔係數量，而係蘭特每次贏都係因為用愛情同性征服咗敵人，或者勾引咗敵方嘅一個重要角色，令到佢叛變幫自己。而最後決戰更加精彩，終極魔頭呢就上咗蘭特其中一個女朋友身啦。經過一番龍爭虎鬥，蘭特成功將魔頭趕出女朋友嘅身體。點做到嘅呢？就係通過性關係喚醒女朋友心中嘅愛，搶翻個身體。結局係乜嘢魔法、武器、武功全部都冇用，男主角靠性能力征服世界。呢個古仔更新咗我對男人嘅認知。以前我一直都以為項少龍或者寇仲就係男人嘅終極幻想啦，即係努力練武功啦，名成利就，靠自己嘅條件去吸引好多靚女。估唔到大劍師傳奇更上一層樓，靚女由戰利品變埋做武器，一次過滿足晒2個願望。不過呢，我覺得做人就唔可以太貪心，太貪心個古仔就冇咁好睇啦。男主角順風順水，所有靚女都投懷送抱幫返你轉頭，男讀者又點會有共鳴呢？如果現實有個咁勁嘅男人，佢要應付咁多女人，睇怕都冇乜時間睇小說啦。